腓利伊进前是保罗所迫害的对象，啊，毋过即马吼，保罗伊悔改，伊行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伊咧四个传福音时来到遮，伊竟然住伫腓利因兜。这是一个足好足大的提醒，虽然毋是甲你讲到的重点，主要的重点，毋过这对咱基督徒是一个足好的提醒，就是有啥物款的冤仇，各位兄弟，有啥物款的冤仇，也是有啥物款的结怨，无法度因为福音的缘故，来转倒煞，来和好。咱搁思考一下，就是讲，敢真正有啥物款的冤仇，伫咱兄弟姊妹中间，也是啥物结怨，袂当因为福音的缘故，来和好，敢有较严重？各位兄弟，你看保罗甲腓利是死对头，是冤仇人，毋过因为咧传福音的关系。伊竟然当住因兜呢？保罗嘛是介勇敢对无？搁困伫因兜，拢毋惊半暝啊！半暝叫人赶出去着，也是讲伫遐食物件，毋惊人下毒。各位兄弟，这个小小一句话尔，毋过伊背后隐藏了一个介大人性的冲突啊！咱毋通，互任何的无爽快，伫咱的中间，遇到咱伫即个福音的大事工，因为安尼有缘切。好，咱要甲刷来，因为我讲这毋是甲你题目的重点。保罗住伫遮的时阵共款介绍门徒，因拢讲，因去互圣神感动，对保罗讲一句话，什么话？讲安那？你毋通去耶路撒冷，保罗，你毋通去耶路撒冷，因为伊拢感觉到，保罗若转去耶路撒冷，一定会受迫害。这个毋通上耶路撒冷，这个圣神的感动，不只是一般的门徒吼，伊即摆写到遮，伊搁讲有一个先知叫做啥？阿加布，伊用讲的，搁无够。伊规矩用演的，这个先知伊就讲，保罗你毋通去耶路撒冷，你若去耶路撒冷，你得安尼你的手你的手会去用拔起来，爱用带去，会去用带去耶路撒冷，会去用交伫外别人的手中伫犹太人的传统迄先知有当时不只是用讲的，伊常常拢用演的伫以赛亚。20章嘛是安尼记载上帝吩咐以赛来赤脚行伫涂骹伊要表达伊的讯息。耶利米嘛是安尼耶利米先知拢嘛用演的这对咱嘛是一个提醒大家若听我讲道听到做无聊的时阵我嘛会当思考用演的对无？用演的安尼就免讲台语用演的小朋友你们比较看得懂嘛，对不对？个点头，好，咱来试看卖那个马约翰牧师伊咧设计礼拜拢在演语的，好，小朋友，我们下次用演的好不好？哎呀，鼓励一下，支持一下然后下次用演的好，这个先知伊安怎讲？伊讲的无是安怎？平平拢讲同款圣神的感动，保罗伊嘛是有即款的圣神的感动。保罗讲，我一定要转去耶路撒冷。毋过其他的门徒甲即个先知，因煞讲，你若转去耶路撒冷，毋通去耶路撒冷，你若转去会受迫害。是安怎同款的圣神，有无同款的感动？保罗伊第意要转去耶路撒冷，其他的门徒甲即个先知拢讲，毋通。两边拢讲是啥感动的？拢圣神感动的，这个圣神的见人说人话，见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人话，这个圣神他是搞什么鬼？是安怎？看无同款的感动，
其实吼，咱若注意看圣经的记载，因遮人互圣神感动吼，圣经是安尼记载，讲遮人互圣神感动，因着对保罗讲一句话，讲毋通上耶路撒冷，这是介济文道安尼讲。啊，迄个先知安怎讲？迄个先知其实伊讲吼，圣神甲伊讲啊，犹太人伫耶路撒冷要安尼吼，昆着吼，即个腰带，腰带，较简单点尔讲，要来绑即个腰带的主人吼，啊，而且要甲即个人交互外邦人。各位兄弟，圣神甲迄个先知讲感动安尼的话用内面，敢有讲着讲，卖互保罗去耶路撒冷，有无？恁看者哦，真少看。伊讲，即个先知对圣神来感动是感动讲会发生即件代志，对无？啊，毋过敢有讲，所以毋通互保罗去耶路撒冷，无呢。所以才就有比较一个问题啊。常常有当时啊，咱对圣经也是对，咱会讲对圣神有一个感动。啊，毋过即个感动吼，咱是毋是有可能可以加添咱家己的意思？会袂？吼，遐个文道嘛是，我相信嘛是有即个感动。其他的文道，遐个讲毋通就耶路撒冷遮个文道，我相信伊嘛是有共款即款的感动，就是讲圣神甲感动讲，保罗若转去耶路撒冷，一定会拄着危险。这是圣神的感动。啊，毋过无拄啊好，圣神有阻止保罗转去耶路撒冷。我相信后面迄句毋通上耶路撒冷，这是人的意思加添去。安尼讲有清楚无？吼，就是讲，其实圣神的感动是互遮人知影，保罗若转去耶路撒冷会拄着迫害。啊，毋过圣神并无阻止保罗转去耶路撒冷，甚至伫保罗的感动，圣神是催逼伊转去耶路撒冷。哦，啊，毋过伫人的软弱，哦，伫咱正做兄弟姊妹，咱的感情。咱一定会想讲，啊，你转去互乖嘛，所以你安怎毋通转去？哦，这是一个介好的天使，哦，就是有当时啊，咱读上帝的话也好，咱对圣神有感动也好，咱毋通掠做咱家己的想法，就理所当然会当为遮的物件去延伸出来，哦，为遮的内容也是得到去延伸出来，哦，啊这合逻辑的嘛，这合理的嘛。你若转去，你就会受到迫害，所以你就莫转去。哦，头前是圣神的感动，啊，毋过你就莫转去，后面是人的主意。啊，毋过因为咱头前是圣神的感动，咱甲人的主意搁刻入的时阵，咱甲咱家己的意思嘛，甲地位嘛，甲提悬起来。哦，所以遮个文道拢一直。则强调讲毋通转去，毋通转去。哦，所以到底圣神是讲毋通转去耶路撒冷，还是讲伊若转去耶路撒冷，伊会叫绑起来交外邦人？其实咱若真正来看经文，其实是会介清楚。哦，所以咱要安怎看待圣神的感动？尤其是即摆的社会。咱即马即个时代有侪教会，因拢咧宣告讲，因教会内面有先知，哦，因教会内面有介侪人有文士，因拢会当直接安怎对圣神得到启示，啊，遮个启示讲出来，各位兄弟，即马若有一个先知吼，陈思豪先知，对你讲一个。预言，哦，上帝感动我对你讲的话，啊，我即摆讲了，你听了，你要安怎？各位兄弟，你要照我讲的行还是我的？要无啦？我讲，你下晡等者爱请我食下午茶，
啊，对无？哦，惊哦，迄是你家己要知啊。我若即个先知若对你安尼有即款的启示，你到底是要听还是毋听？唔听吼。啊，听甲毋听，你的标准甲理由是伫倒咯？各位兄弟，安怎判断？叫上帝意思判断。啊，即个先知嘛，甲你讲我这是嘛是上帝意思啊。即摆还搁倒来咱经文啊，共款的圣性，啊无共款的感动的时阵要安怎？啊，到客人即时讲，我要照我的意思来判断吼，啊协商着。这食下午茶我介意，所以我就听安尼。啊，若要叫我去做苦工，我就讲啊。再搁联络吼，这可能你听唔到去。各位兄弟，我要讲的，毋是做远的代志，吼，因为即摆介济教会拢有即款的教士，也是有即款的现象。吼，有人讲，我有即款的文术，叫做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语言，吼，我有即款的文术，上帝有特别有声，吼，伫我的脑海内面，叫我甲你讲啥物代志，你来甲即个结婚，你袂使甲迄个交往，吼。你来辞职哦，你来去找另外一个工作。当即款的声音，也是即款的所谓的先知，甲你讲即款的语言时阵，你要安怎面对？你要怎么对待？各位兄弟，啊，拢点点，啊是你拢做好文无拄过？啊，你们都没有遇过？小朋友，你们有没有遇过？先祈祷，然后再决定。先祈祷决定哦。啊，祈祷了，啊，也是没答案，没安怎？继续祈祷。继续祈祷。所以咱就甲迄个先知讲，我要转来祈祷。祈祷到有迄个有答案、有感动的时阵，才要甲你回应着。其实哦。这真困难吼，迄个庄兄弟咧讲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吼。讲有一个白人的教会啊，白人的教会，吼，有一个黑人吼，要去做礼拜，迄个白人牧师就讲，小等者，我要来祈祷，转来祈祷看上帝讲好无？上帝若讲好吼，你后礼拜日就跟我做礼拜。咱知影伫迄个白人、黑人。英国的时代有歧视吼，即摆即个黑人就转去啊，后礼拜日黑人搁来，即个白人的牧师就甲讲，上帝吼，未甲我讲答案呢，我搁继续祈祷，你搁请转去，后礼拜才来，连续来搁6礼拜吼，最后一个有一个礼拜日，即个黑人搁来，即个白人牧师吼，拢害头即个较无放弃吼，伊就硬喙。伊本来要甲讲上帝还未甲回答，还未甲互伊答案的时阵，伊就还未讲的时阵，迄个黑人讲牧师，我毋是要来礼拜啦，我要甲你通知啦，昨上帝甲我讲吼，伊无伫遮啦，叫我免来礼拜啦。到底啥物啊？就是咱逐个拢要讲要听候上帝讲话，听候要听着迄个声，较要来做决定。较要来做安怎行？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啦，这是一个迷思。保罗，我讲一开始咱讲保罗，伊则确定伊要做啥物代志，伊的确定不只是讲圣神某一个时刻甲感动讲，你来转去耶路撒冷，毋是即款的确定，是因为保罗伊咧传福音。伊照上帝的话伫行的时阵，伊知影伊头前的路要安怎行，所以当保罗伊决定要转去耶路撒冷，伊家己嘛知影，伊转去耶路撒冷会拄着迫害，搁有其他侪侪问题，包括即个先知嘛甲印证，你若转去耶路撒冷会去互迫害，毋过保罗伊有缘要去。今日咱的经文，伊讲一句话，伊讲啥？13节，保罗就应讲，令写书提考来错查，
作战，来作战，我的心嘛，哦，作战什么意思嘛？哦，作作，作战，作作什么意思？各位兄弟，打扰、干扰，好，安尼这个翻译还算蛮准的。哦，李希腊文原本的意思是讲，令声事来消减、减弱我的心智。就是讲我的心智、我的意念是安尼，啊，恁在边仔咧，恁是咧创啥？哦，你要消减我的心智。保罗嘛认为因讲的是对，啊，不过保罗介清楚，那叫伊的信用良知，那叫伊的信用去做，伊应该安尼做。各位兄弟，咱四周围有侪声，有的人是先知，有的人讲伊是使徒，有的人讲伊是大牧师，伊拢会对你的信仰有无共款的指示，无共款的看法。啊，毋过，咱约翰加里文讲过一句话，就讲咱爱用上帝的话来检验上帝的心，就是讲，当人有这个宣告讲，我有上帝的圣神对我讲什么话的时阵，咱用什么话去检验？用什么话？用啥去检验？为上帝的话去检验。哦，啊，加里文的教士通常是双向。伊嘛安尼讲，咱嘛爱用上帝的圣神来印证上帝的话。哦，所以一个是上帝的神，一个是上帝的话，是缺一不可的。咱若常常亲近上帝的话，当有人咧宣告、咧宣称说，我只有上帝圣神的指示的时阵，咱就会当去分辨。伊即个指示是毋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咱对上帝的话若不熟悉的话，其实咱就最容易互空边一直看，就互空去说。因为真正这是很吸引人的讲法，就是讲上帝对我讲啥物话，伊甲我指示讲安那，啊，即摆你来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就是听上帝的话。各位兄弟，你要听无？要听无啦？啊，听我的话就是听上帝的话，要听无？听哦，哇嗨啊！无一定哦。咱讲爱用上帝的话来检验，咱顶礼拜讲到讲有一个所在的基督徒，伊伫圣经内面去用俄勒的，迄个所在是咧。庇利亚对无？讲迄个所在基督徒安那，因天天安那查考圣经，啊伊要印证保罗因传的物件是毋是真的，是毋是？哦，所以不只是这讲道的人，因讲的物件爱用上帝的话来验证。你若去拄着迄款，哦，我有圣神甲我讲啥物话？我有圣神甲我吩咐什么话的时阵，各位兄弟，恁犹原嘛是用上帝的话来印证。哦，啊有当时啊吼，咱可以拄到一个情形，就是讲，啊上帝的话来印证了后吼，伊讲的话嘛无违背着上帝的话呢，安尼要信无？比如讲，各位兄弟，恁来奉献，逐个人拢交2万出来，爱奉献互上帝。的厝，安尼敢有违背着上帝的话？无解违背啦。咱要安怎去面对即款的假事？哦，咱等一个伫主日学的时阵吼，而成人主日学时，咱会当搁较深的讨论。啊，搁伫遮，我刚要讲一个小小的观念，互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我讲一个小小的观念，咱就结束。我真做一个老爸，我有3囡仔，哦，啊自细汉教因安怎过生活，安怎过日子，对无？安怎食饭，安怎穿衫，哦，啊，安尼教师，安尼教导，我都会
出手去干预他们的生活，对不？因为因怎嘛，因这细汉嘛，啊，毋过当因渐渐大汉的时阵，到20岁，我感觉会问讲，伊要出门的时阵，会来甲我问讲，爸爸，我今日要穿啥物衫啊？会袂？我感真正毋茫安尼，我即马是毋茫安尼啦吼，讲这礼拜甲我穿凉鞋啦吼，我当然会讲哦，不行，哦，我会希望他们现在那么小，出门一定要问清楚要穿啥物衫，哦，要安怎穿，要穿裙啊，穿裤。啊，毋过等于到20岁啊，到30岁啊，要出门，搁来问讲，爸爸要穿裙啊，穿裤的时阵，我会安怎？吼，我会弄边啊。所以讲，我伫教示我的囡仔的过程吼，我爱做一个学习，我爱常常互因家己安怎做决定啦。虽然我知影安怎做较好，安怎做是对的，啊，毋过伫因成长的过程，我爱互因学习家己安怎做决定。因为你若家己做决定，你就必须家己负责任，是毋是？各位兄弟，是毋是？你若家己负责任，你较有可能对你所做的决定去合适到一寡物件。你做毋对的决定，你会抵到一个较歹的结果，你就会受苦，对无？啊，毋过你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你会当成长。各位兄弟有同意无？我若看到伊做一个歹的决定，我随时甲动咧。讲你其实该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啊，你伊敢有学着，伊敢有成长？其实伊无啦，伊是敢咧挖靠因爸爸妈妈安尼尔。所以我真做一个老爸，我当因伫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我是袂去定出手去甲安怎感谢。尤其他渐渐长大以后。我不应该常常安尼出手去甲干预，去甲指导，是讲甲伊的物件摕来我做。咱即摆有介济爸爸妈妈拢替咱的囡仔咧写功课呢，有无？我知哦，拢囝会教伊，惊伊教袂出来，拢替伊写功课哦。安尼是毋对的。伊若写袂出来，就互伊叫开天窗。互伊开天窗，伊就知影。所以各位兄弟，我咧讲的是咱做父母的心情，咱教示囡仔的态度。若是天爸咧，咱天顶的爸敢会输人？会输袂？袂啊！咱天顶的爸若袂输人，我相信咱的上帝就不应该逐工拢出手。在感谢咱的生活，就讲陈世豪，等一下出去要坐捷运，不要什么，不要开车，因为开车会塞车。我若逐工听到圣神的声在甲我指示，这对我是好啊，是无好？无好啦。所以各位兄弟，你若听到有一款基督徒伊定定甲你讲，我常常听到上帝跟我讲什么话呢？你唔免轻声啦。迄表示上帝甲伊的关系做无好诶啦，知影无？咱可能会去想讲，这个人这个基督徒定定听到上帝甲伊讲话表示伊甲上帝做安怎？做亲密诶，对无？拄拄啊颠倒背，伊这个人过生活诶细节，需要上帝去甲安怎？去甲感谢诶时阵，就表示伊甲上帝的关系安怎？无介好啦。要不然就是上帝认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无就是这个上帝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上帝，知影意思无？咱唔免去轻生，咱即摆有侪教会咧教导说，恁来去学一款的恩赐，叫做智慧的语言，恁来祈祷，你就会看到物件，你若看到物件，你就会当上帝甲你指示要安怎行，要安怎行，要安怎行。各位兄弟，这是危险的。这是真正无合着咱信用的物件的教示，因为我真正相信咱的上帝袂去安尼做。
我毋是讲绝对拢袂哦。咱若看圣经，咱知影上帝会伫一寡大事件、一寡关键的时刻，上帝会出手。比如讲保罗，伊去大马士革的时阵，伊要去遐迫害基督徒，上帝耶稣基督安怎？大光四面甲照，对无？吼，即款关键的时刻，上帝会出手。按过若保罗逐工拢去互大光照，你看会安怎？你若保罗逐工拢去互大光四面甲照，拢起笑。吼，所以咱爱有即个智慧来分辨。咱嘛是爱用上帝话来检验，咱毋通伤过容易，伤过凊彩。若有人讲我有对圣神来的声，我有对上帝来的指示，咱就对伊行，这是做危险的代志。今日的经文就一个做好的例，同款的圣神，毋过表面上竟然无同款的感动。各位兄弟，咱毋通伤过人散的。就缀去遐个声音去行，咱爱知影咱家己人的意思，有可能是伫内面，当心来祈祷。阿爸袂愿意，毋茫愿意，会甲你哪滚我，诚做你所喜意的百姓。你亲身圣神来指示我，照着你的话。来指引我，我要轻调你的话，轻调圣神，你的神，诚做阮生命的光，的指引。阮虽然无够野，感谢有安尼福气，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